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晚上8時，於澳門發生了一宗奪命交通意外。一部7人車駛至青洲大馬路，在北區警司署附近時，撞到一名身穿校服嘅10歲男童。男童懷疑正在橫過斑馬線，男童受傷嚴重，當場失去呼吸和脈搏，送院後搶救不治。大家好，我係森哥哥，歡迎大家嚟到我個頻道。近排睇咗一則澳門嘅新聞，我個心沉咗好耐。一個10歲嘅小朋友行咗喺一條理應最安全嘅斑馬線上，結果因為司機一句睇唔到，就發生咗一個嚴重嘅交通事故。賣咗車10年，我聽過無數客人問我部車有幾多安全配備，有幾多安全氣袋，但喺今日大灣區，喺香港、澳門揸車，我哋係咪真係尊重過路上最脆弱嘅一環行人呢？今日我帶大家用最真實嘅 POV 鏡頭去睇下香港同澳門兩地斑馬線嘅生死實況。我哋先睇澳門。喺澳門，唔讓行人係會被罰款，甚至停牌。所以大部分司機嚟到斑馬線都會收慢，但點解都仲會撞？作為車行佬，我話你知，魔鬼係在於 A 柱盲區同埋身高差。當車速太快，又或者車身太高，10歲嘅小朋友嘅身高剛剛好會被 A 柱完全遮擋。澳門嘅司機，你哋讓得啱，但嚟到呢啲位，可唔可以停多1秒？睇清楚少少，先至再踩油門呢？好，咁我今日同大家會嚟到呢個澳門嘅天橋上邊，睇一個好普通嘅斑馬線，睇下啲汽車，睇下個司機嘅態度，同埋啲行人喺呢度嘅情況會如何。我喺呢度會為大家影1至2分鐘。之後會去香港同大家比較下香港嗰邊嘅司機嘅態度同埋澳門司機嘅態度如何。大家可能未必知道，根據交通事務局嘅權威數據，全澳門目前有超過2300組斑馬線，以澳門480幾公里嘅道路總長度嚟計，平均每200米就有一組斑馬線，密度係高居世界前列。如果你問澳門嘅法律嚴唔嚴，我會答你嚴。根據道路交通法，司機唔讓行人，最高嘅罰款係2500蚊。如果你喺2年內重犯，最高嘅罰款係5000蚊，兼且停牌6個月。罰得咁重，密度咁高，但點解我哋剛剛拍到嘅3分鐘嘅實況，依然有司機貪快要衝過去？因為大部分人都有心存僥倖嘅心理，覺得天眼未必影到自己，但交通安全過得到就係運，過唔到就係人命一條。再嚟睇香港，香港嘅節奏快到嚇死人啊！喺香港揸車，後邊嘅的士或者小巴會催你，會閃你燈。香港司機嚟到斑馬線，心理學往往係我衝得過就衝，又或者行人實會讓我嘅。斑馬線根本係一條法律線，但喺香港往往變成司機同路人之間嘅心理博弈線。邊個驚就邊個輸，咁樣揸車真係啱咩？喺呢條斑馬線，森哥哥亦都試下行一次俾大家睇，親身試下作為行人，究竟啲司機會唔會讓啊？定係
我要讓返佢哋啊！咁我而家試下行下俾大家睇。反觀香港，全香港設有黃波燈嘅標準斑馬線，其實得大概230個，大部分嘅斑馬線都係跟住交通燈嘅。香港政府喺2026年亦都調高咗懲罰，依家司機喺斑馬線未禮讓行人，定額罰款最高可以罰到1500蚊。罰款重咗，但點解香港嘅司機依然仲咁鍾意同路人心理博弈？因為香港嘅斑馬線太少，好多司機冇見到。實情係好多香港嘅司機都冇建立到必須讓路嘅條件反射。喺金錢同時間面前，香港嘅司機往往選擇節省嗰2-3秒。但大家唔好忘記，如果真係撞到人，控告你一項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最高嘅刑罰係監禁10年，兼吊銷牌照。為咗快嗰幾秒，你覺得值唔值？好啦，斑馬線起碼都仲有條線，但接着下來嘅3分鐘嘅畫面，我諗所有香港人都感同身受。呢度係行人路同停車場出入口嘅交界，你睇下，呢度既冇斑馬線，亦都冇交通燈。理論上呢條係行人路嚟嘅，汽車只係借道駛出駛入。但你睇下畫面上呢啲推車仔嘅阿婆，呢啲放學嘅中學生，全部行緊呢度都好似做錯事咁，停喺度眼金金望住啲私家車衝來衝去。點解？因為司機嘅心理好簡單，我部車大隻，我停喺度會塞住後邊，我一出就要出盡。呢啲就係灰色地帶，司機從來都唔會讓人。行人路變咗汽車嘅特權路。如果剛才嗰個10歲嘅小朋友行到嚟呢度，司機一邊睇住右手邊有冇車嚟，喺左手邊我正話提過嘅 H 同埋身高差，佢咁嘅情況下，如果一踩油，悲劇係咪又會再重演呢？而今日心覺覺選擇咗喺最多人嘅放學時間，試下親身行一次呢條路，睇下我作為行人去到嗰度，啲車會唔會讓我，定係點？大家都睇到啦，我行到去面前，基本上架車係完全冇理到我嘅。斑馬線都叫做有法可依，定額罰款1500，停牌半年。但偏偏呢啲停車場嘅出入口、行人路交界，法規就變成咗灰色地帶。呢度冇黃波燈，冇畫條斑馬線。法律上雖然話車輛駛出駛入要讓行人，但亦都冇定明如果唔讓行人會有定額罰款。結果呢，司機自私嘅心理就完全暴露晒出嚟。佢哋會諗，冇法律罰我部車又大隻，你行人路嘅試下行，你一律都同我等。一條馬路兩套標準，難道冇咗斑馬線呢3隻字，行人嘅生命安全就要交俾司機嘅良心去恩賜？如果有睇上2集嘅朋友都知道，我近排去咗海南島環測全自動駕駛，內地嘅自駕 AI 嚟到斑馬線或者路口
就算周圍冇人，佢都會強制減速，甚至到停定觀察。電腦做得到，點解我哋擁有高智慧、有同理心嘅人類司機反而做唔到呢？開車快嗰幾秒，到底可以幫你條命賺到啲咩嘢呢？我係心覺覺，我希望每一個睇到呢條片嘅車友、司機大佬們，下次經過斑馬線或者停車場出口，放輕你哋嘅右腳，望多左邊、右邊1秒，因為你停低咗嗰1秒，保護緊嘅可能係人哋全家嘅希望。你對香港停車場出入口司機唔禮讓行人呢個行為有咩睇法呢？歡迎喺下邊留言，我哋下一集再見。